醒了。你回来了。我明天出差，所以今天必须要回来。小凤，你这裙子真漂亮。你买东西都是成对的，我的呢？过来吧。坐下，我给你看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小凤，我想穿上试试。小凤，怎么样？帅吧？真帅。小凤，你一个人买了礼服，我居然连带你回家的勇气都没有。请你原谅我好吗？千万不要这样说，叶佳，我理解你。谢谢你，小凤。其实我觉得，你没有跟我回去，是对的。那么多冷眼，还有刁难，你不需要去面对。我们只需要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就可以了。小凤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他们是他们，我们是我们，好不好？反正我要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你，又不是别人。小凤，嫁给我吧。大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
你欧洲国内两头飞的吗？我前几天去见芬妮了。啊？你都跟人家分手了，还去骚扰人家干嘛？说实话，大哥，我原来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真爱，可我现在就是特想他。毕竟时间久了嘛，日久生情。我想说的是，我可能没有机会再照顾他了，所以我想，请大哥你帮我照顾他。三弟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让我去照顾他？我又没有别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这辈子娶不了她了，所以请大哥把握好这个机会。先是妙莲，现在是芬妮，又轮回回来了。啊？哦，三弟，我是说，我跟芬妮是好朋友，如果她有困难呢，我一定会全心全力的帮助她。好。芬妮，哎，来了，小风，我一眼就看到你了，你真漂亮。你今天也特美啊。哎，喝点什么？服务员，你好，来杯咖啡。稍等。芬妮，你们真的分手了？您的咖啡请慢用。叶波，他还是跟家里妥协了。他这种人的爱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哎，小风，你要看紧叶家。我听说他现在和林家小姐亲密的交往，你要小心呢。我相信叶家，他是我上一世的爱人，他永远都不会背叛我的。的确，他跟叶波不一样。如果叶家都不能相信了，这个世界上我还能相信谁呢？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我一直都认为，像你这样的女明星，才有条件嫁入豪门呢。什么女明星啊？女明星嫁入豪门的概率啊，不比灰姑娘多多少。我们俩现在已经没希望了。我希望你们两个有个好结果。芬妮，你长得那么漂亮，我算什么呀？就像叶夫人说的，我就是一只黑乌鸦。别瞎说了，谁说女人的美丽是战无不胜的武器啊？哦，我约了李欢，他可能快到了。我也好久都没见他了。简直太帅了，帅吗？哇，你好偏心啊！买这么漂亮的花送给芬妮，啊，我真是羡慕嫉妒恨呢。这花送给我的，先生，您的咖啡。谢谢。李欢，谢谢你，这是我生平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对了，现在网上的新闻铺天盖地的在说你呢，每天都是头条，看得我都烦死了。说我什么？说我是超级老好人，不泡凉，不玩绿茶婊，不搞基。哎，我真不明白你，超级帅哥的决赛已经开始了，你为什么现在要退赛啊？没意思，不想玩了。现在好多人都在找你呢，你的贴吧里都乱成一锅粥了。你知道粉丝们都怎么说你吗？我给你们读读啊。啊，好好的一个帅哥，怎么要退赛了呢？李欢，如果退赛，这个节目我坚决不看了。
呼吁李欢尽快重返赛场。没有李欢，生意何欢？你有没有想我呀？我有病啊！我吃饱撑的。李欢，你现在退出，我觉得太可惜了。对啊，我以前还一直担心你，怕你适应不了这个社会，没想到你做得风生水起的。你真的太适合做明星了。你要是放弃了，你会干什么呀？我会干的可多了，不信，等着瞧吧。哇哦，谜一样的大哥，神一样的男人，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居然会有你这样的生物。还挺自信的。就是啊。说真的，李欢，你下一步准备干什么？炒股啊，现在在玩期货，我把我所有的财产加上叶波拿来的200万全都投进去了。你们猜我现在赚了多少钱？多少？1000万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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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现在的资产已经超过9位数了。哇，牛啊！哎，对了，我最近买了一套庄园，很快就入住了。你们有空可以来做客呀。没问题。自己还搞了个快活林，服了你了。哎，我去他家看一下。哦，很快。你赶紧去啊！你不是做梦都想着你的陈皇后吗？现在有机会了，你怎么能让芬妮？我送你的花，你为什么送给他呀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问题吗？还用我说明啊？没有人比芬妮更适合你了，她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熟悉的3张面孔之一。又开始胡说八道了。哎呀，没有。哎，说真的，芬妮现在可是单身，时机刚好，赶紧下手。那要是你也单身，是不是也随我选呢？凭什么？你对别的女人都比我好，我才不愿意呢。如果说我只对你一个人好呢？你当我是几岁的小朋友啊？几句甜言蜜语就把我哄住了？你像我这种老爷们儿，一点儿都不适合你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公共场合呢？你以为我喜欢你啊？只是觉得你这个老朋友需要安慰一下而已。不用，喜欢我的人海了去了，不少你一个。是吗？喜欢你的人海了去了，你是不是以为谁都喜欢你啊？啊，其实你长得很一般，好不好？什么2班。什么？一般般。哎，你这张嘴啊，注定孤独终老。找你的皇后去吧。哎，我送你。不用，你陪我待一会儿吧。我自己逛。哎，放手。蠢女人。看，怎么哪儿都有他呀？真晦气。算了，犯不着为他生气。你跟我表哥是金童玉女，谁知道半路杀出来个黑乌鸦？算了，珊珊，让人家听见了多不好啊。有什么不好的？我今天非教训他一顿不可。福芬，李欢，峰峰，靠着我，靠着我，你就不冷了。别管我，我不需要你来看我笑话。
现在是不是觉得我的样子特别可笑？我是不是就是一个笑话？刚才推你的是不是林佳妮？李欢，我的事情以后不需要你管，我不需要你对我好，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。林佳妮对你这样，叶家他知不知道？叶家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就是想占有你的身体，他怎么能让你受这样的委屈啊？你死心塌地的对他，他怎么能这样？混蛋！没事啊，有我在。来，师傅。来，你放我下来！你放我下来啊！李欢，你放我下来吧，快点儿！给我。这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的第一个家。你曾经说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我就把它买下来了。你看我还美吗？不是说没了发型就没了爱情吗？你在我心目中，永远永远都是最美的。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跟个落难的丑小鸭似的。快去洗个澡吧。我现在这样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还以为别人会对你有什么想法呀？你想多了。你看你现在成什么样了？你个怪物！对呀，我是一只千年妖。我累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。
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，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当当当，好看吗？哇，你是不是想迷死个人啊？来，喝点酒吧。哎，还是你最了解我啊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天天在追你的小说看，我可是你的头号粉丝。我还给你评论，还给你留言了。峰峰，其实你没必要那么辛苦。不辛苦啊，现在叶家赚钱养着我呢。要是家业养着你，那你干嘛还要在外面拼命的写小说赚钱？要不然我干嘛呀？总不能整天无所事事的当个米虫吧？然后变成一个头发长、见识短的黄脸婆？你呀，已经成为小富婆了。那我得写多少小说啊？哎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你的梦想是中500万彩票，然后你说你有钱了之后马上换房子，因为你很讨厌搬来搬去的。我当时就跟你发誓说，我说我一定会给你买一栋房子，里面有大大的写字台、大大的书柜，还有漂亮的花园。我还跟你说，我要成为世界富豪，世界第一富豪。你总是说不切实际，其实啊，在我的字典里面，根本就没有不切实际这个词。这是200万，全是你的，你随意的挥霍。哇，这么多钱，你发财了！好香啊！哇哇！我的钱，我的钱啊！用钱把我摆死吧！你忘了吗？我炒股的原始积累是我们2个人一起攒的，所以以后我的财产有一半全都是你的。不行，我不能总要你的钱。就算是原始投资，我也早就收回成本了。这些钱都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，我不能坐享其成。你那么多钱，你在家放着多不安全啊！那这样吧，我明天给你存到银行里面去，好不好？太晚了，我该回去了。那我送你回去。来，走。你要是觉得很累、很疲惫的话，你就跟叶家分手吧。没有谁能够忍受一辈子受委屈，而且你们2个人性格不合，我不希望你有一丝的难过。你让我跟叶家分手？他们还不知道会想出什么办法来整你呢。
看看芬妮你就知道了。叶家不会动摇的。现在不会，以后呢？叶家说过，他心里最重要的人，就只有我一个。当感情趋于平淡的时候，是你重要，还是他母亲重要，还是他的家族利益更重要？他是不会为你放弃整个家族利益的。他一定能做到。即使做到一时，他能做到一辈子吗？峰峰，叶家他不适合你。如果你用自己的痛苦跟隐忍去维持那段感情，你能撑多久啊？李欢，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你说什么？叶家不喜欢我们见面，我不需要一个知心大哥，更不需要一个蓝颜知己。芬妮那样的好女人才是你的归宿。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我的身上。我们本来连朋友都不该做。我只是希望你能够过得更好。不用了，你已经给了我200万，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。你以后再也不欠我的了。峰峰，怎么了？觉得200万花得很不划算吗？要不要我陪你去睡一晚啊？还没睡呢。李欢送你回来的。我恰巧碰到他的。你生气了？叶家，小峰，我回来之后发现你不在家，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我很担心你，我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。
我手机没电了。小风啊，以后你还是少跟李欢来往吧。我是不是很霸道？我明知道李欢不是我的对手，还老防着他。其实，李欢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挺可怜的。你说他自己孤苦伶仃的，要不这样吧，以后你再和他见面的时候，别回来太晚了，让我担心。啊，当然，小风，越少见面越好，好不好？是我不对，我以后乖乖待在家里，不到处乱跑了。小风真乖。小风，我妈说，这个季节我这里景致好，想过来看看。正好是周末，顺便想带着珊珊和佳妮一起来咱们这儿住2天。如果我说我不欢迎林佳妮呢？佳妮，佳妮是个挺善良的孩子呀，而且她对你很有好感。对，她善良，她最好。你们才是门当户对，我算什么？什么都不是。小风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告诉我好吗？今天在广场上，我看到了林佳妮和珊珊。珊珊故意把我推到了喷泉池里，我被人骂作是无耻的第三者。那你有没有伤着？这个珊珊，怎么对你这么粗暴？小风，你别生气，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我这个任性的妹妹。